果然係中國4大名雞之一，名不虛傳。其實我本身想去文昌食嘅，我問過晒冇咩幾間鋪係開嘅，所以就飛到嚟海口呢度，即刻過嚟食咗先。哦，還想過去試一下，剛剛到那個海口這邊。那你們什麼時候開門啊？還不確定。佢話咧，海南本地人咧一過年咧就食雞，開門都冇生意喎。佢話而家，所以就冇開。再問埋呢間文昌東路雞。哎，你好，是那個東路雞店嗎？哎，對，你們有開嗎？沒有沒有。好的，OK。過年好啊！過年好，生意興隆啊！再問多一間富樂雞飯店。喂，你好，你們有開門嗎？現在？開呀開呀。好，謝謝你。OK，咁就食呢間富樂雞啦。走。哇！睇下幾多椰子，乜都唔多就係椰子多喺度。我到啦喎，到啦喎，就係呢間啦，富樂雞飯店啊！試試佢先。好多酒喎呢度，海南食品行業老品牌哦。師傅，你在這裡斬了多少年了？在這裡差不多28年了。那你拿手功夫是不是斬？係嘛？我哋嘅茂名啊叫話斬，呢個剁。有什麼推薦呢？本湯雞咯，很有特色的有酸炸麩啊、糖水哦，這些。文昌雞是128一隻，65半隻。白切雞、豉油雞各半隻，有一個齋菜包啦，可以啦。始創於1996年喎，呢個老字號嚟喎，依家。喂，哇，嚟啦，仲熱住喎呢個，我食咗佢先啦。會地，冇咩太特別咯，我感覺。有啲咩腸？反而啲雞雜好食喎。整體嚟講，呢個豉油雞講真唔算好驚嘅。嗱，重點嚟啦，正宗嘅白切文昌雞啊，有啲芫茜喺度鋪面嘅，有啲雞紅嘅喎仲。哇，夠晒新鮮啲雞紅。嗱，我哋廣東清遠雞咧飲葱油，呢個咧就係飲一個海南專屬嘅文昌雞飲醬。呢個酸酸地嘅呢個醬係醋嚟嘅，整體肉質夠鮮、夠滑、夠爽。果然係中國4大名雞之一，名不虛傳。其實清遠雞同呢個對比起身咧，清遠雞嗰種雞味咧就偏濃郁啲嘅雞味，呢一隻就係偏清淡一啲嘅雞味，即係各有各特色啊。反而我中意呢個雞喎，成大嚿雞樣，飲下呢個汁，食落去好清新，真係有啲好似東南亞風嘅感覺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海南雞飯啦，正式雞油飯。嗱咁樣。太香，好食過叉雞啊！肯定好食過叉雞啊！嚟講，有個齋菜包，都幾好嘢。呢個整體嘅味道都 OK 嘅，只不過呢個嘅口感咧，我覺得差少少。其實都啱嘅，佢豉油雞肯定要浸過，冇咁新鮮，正常。誒，靚女，那這裡過年都一直開嗎？它在10月才開。平時很多人嗎？平時很多人。晚上比較多人是吧？哦，所以即係大家如果嚟嘅話咧，中午過嚟比較好啲。今餐164。其實我本身想去文昌食嘅，我問過晒冇咩幾間鋪係開嘅，所以就飛到嚟海口呢度，即刻過嚟食咗先，冇失望 ，OK 嘅。呢一隻雞同埋呢個雞油飯一定要點，必點，記住啊！